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十日飛。點解兩個原本打算相濡以沫喺埋一齊過大半輩子嘅人，行到老嚟嘅時候，反而越行越遠，甚至喺同一個幾百尺嘅屋企入面，個老婆會將自己個老公當做空氣氮氧呢？呢個問題，我諗喺好多老夫老妻嘅心底入面，都曾經好似一根拔唔出嚟嘅刺氮樣紮住，每當夜深人靜嘅時候，就會隱隱作痛。到了我哋呢個年紀，身邊嘅仔女都已經長大成人，各自組織咗自己嘅小家庭，搬咗出去住，間屋企又回復返好似幾十年前兩個人啱啱結婚嗰陣淡嘅日子。按道理講，大家都一齊經歷咗咁多風雨，行到知天命甚至耳順之年，應該係要隨遇而安，福慧雙收，兩公婆好好享受清福嘅時候。但係好多時我聽到嘅反而係客廳同埋廚房之間那一股凍到入骨嘅沉默。平時有好多同路人過嚟外我傾偈，佢哋都會無奈淡搖頭。佢哋話以前後生反工捱夜，為咗海多幾張銀紙去養活一大家子，雖然個人好辛苦，但係返到屋企同老婆總算有傾有講，一齊商量仔女嘅功課，一齊諗放假去邊度飲茶。點知到咗依家，天天相對反而變到相顧無言。有位老朋友同我講，岑生依家同老婆喺屋企，一天到晚都講唔到三句話。佢煮完飯放喺台面，就自己入房睇電視，連望都費事望我一眼。我哋明明住喺同一個屋檐下，但係我覺得自己好似一個隱形人淡樣，喺呢個屋企入面根本就無人理我，真係好難受。這種孤獨唔係因為你身邊無人，而係 because 那個同你最親密行咗半生嘅伴侶，佢個心已經對你關上咗大門，睇住個電視機喺度播緊啲重播嘅劇集，聽住屋企嗰把舊風扇喺度吱吱淡轉。2026年嘅今日，兩個人坐喺同一個客廳，幕前幕後，心思好似隔咗成個太平洋淡。人海茫茫，人生如夢，悲歡離合都見過晒，但係最令人唏噓嘅，莫過於老嚟孤寂，身邊有人卻似孤身一人。其實一個家庭就像一間建喺山坡上面，經歷咗好多年風霜嘅舊屋宇。你睇到一間屋企有一日突然之間冧咗，往往唔係因為昨晚嗰場風雨特別大，其實好多年前開始就有好多肉眼睇唔到嘅白蟻喺牆腳喺梁柱入面日日夜夜啖咬啖啃，啲木頭一早已經俾人蛀空晒，只係表面上睇落去好似冇乜嘢淡，外表仲好完整。兩公婆之間嘅感情破裂，都從來唔係因為某一場突然其來嘅大嗌大鬧，那些冰凍三尺嘅寒氣，其實係由日常生活中無數次嘅忽視、無數次嘅老奉同埋理所當然一點一滴淡積聚出嚟嘅。古人話積雨沉舟，群興節俗。我哋好多男人一輩子都喺出頭打拼，總覺得自己賺到錢交足家用就已經盡晒做老公做老豆嘅本分，卻從來無去諗過屋企入面那一盞默默等門嘅燈，那一碗煲咗幾個鐘頭嘅老火湯，背後其實包含咗另一個人幾多嘅心血、時間同埋默默忍受嘅委屈。當我們將呢一切嘅付出都當成理所當然，甚至返到屋企用一種高高在上，好似老細管員工淡嘅態度去對待老伴嘅時候，那些看不見嘅細微裂痕就已經喺呢個屋企嘅牆壁上面安安靜靜
淡漫延緊。到了我哋呢個年紀，最緊要嘅係學會回頭，好好睇清楚自己行過嘅路。今日喺呢度，我想同咁多位好朋友，就像老朋友喺茶樓聚舊淡樣，一齊坐落嚟，斟一杯暖茶，慢慢去拆解呢個扎喺好多人家庭入面嘅死結，睇一睇點解我們嘅另一半會覺得咁攰，點解原本溫暖嘅屋企會慢慢變到咁冰冷。只要我們願意去明白，願意放下身段，去看清那些被我們忽略咗嘅日常生活，呢個結一定有方法可以慢慢解開，俾大家重拾當初嘅溫暖。講到我哋呢代香港人嘅屋企，唔少同路人都係由幾十年前嘅公屋開始住起。大家不妨回想下，以前啲公屋單位面積真係好細，幾百尺嘅空間，一打開到鐵閘，一眼就望晒成個客廳同廚房。但係就喺呢個咁擁擠，甚至有啲逼夾嘅地方，那個默默喺背後打點一切，撐起成個家嘅人，多數都係我哋個老婆。佢哋嘅一日往往係由天未光，街上仲未有乜嘢人嘅時候就開始。當我哋身為老公嘅人仲喺張床度發緊夢，呼呼大睡嘅時候，佢已經起咗身，輕手輕腳淡行入廚房，開始洗米，準備全家嘅早餐。等仔女返學，老公返工出去拼搏之後，佢一刻都冇得停，即刻就要拎住個買菜袋，頂住大太陽，行去嗰個擠逼到逼唔入，地面又濕又滑嘅街市。喺街市入面同那些魚販菜販斤斤計較，想盡辦法省得幾蚊得幾蚊，為嘅無非係想用最少嘅銀紙買到最合時令最滋補嘅食材返屋企。返到屋企之後，佢仲要洗洗切切，節手長時間浸喺冰冷嘅水入面，然後成個人踎喺個冇冷氣熱辣辣嘅廚房裏面，忍受住濃烈嘅油煙，一企就係幾個鐘頭，只係為咗煲一鑊無添加最足料嘅老火湯。香港人最講究飲湯，嗰碗老火湯入面放咗乜嘢？青紅蘿蔔、南北杏、蜜棗、豬骨，仲要先飛水，火候要顧足幾個鐘。呢啲功夫喺大熱天時真係做到成身大汗，腰酸背痛，但係佢從來冇怨言，佢只係一心諗住等老公同埋仔女夜晚返嚟嘅時候，可以飲到一碗暖胃嘅湯水，消除晒一日返工嘅辛苦。仲有啊，屋企大大小小無窮無盡嘅瑣碎嘢，邊個要去邊處睇醫生，邊個幾時要交保費，新抱邊日過嚟食飯，佢通通都默默記喺腦袋入面，好似一個全天候無人工無假期嘅超級管家膽。但係身為老公嘅我們，當時又喺度諗緊乜嘢，做緊乜嘢呢？我們那時候正值壯年，覺得自己每日喺外面公私拼搏受氣，日日夜夜淡捱夜夜錢，只要每個月準時交家用，睇住自己個強積金戶口入面嘅銀紙多咗，就覺得自己已經盡晒做男人做老公嘅責任，功勞大過天。返到屋企，拖住個好攰嘅身軀，一打開到門，望見老婆已經煮好晒飯菜，理所當然擔坐落嚟食。食完之後，將個碗筷隨手放喺台面，自己就走去客廳睇報紙或者睇電視，等老婆去洗碗打掃。我們心裏面會覺得呢一切嘢唔係理所當然嘅咩？佢喺屋企冇返工，做呢啲家務咪係佢嘅本分咯。甚至有時候，當老婆因為身體太攰，或者心裏面有委屈，喺度碎碎念多口勞道幾句嘅時候，我們甚至會覺得佢好煩，一時按捺唔住心入面嘅燥火，
就會衝口而出，講一句致命、最摧毀感情嘅說話。我日日喺出面返工行前養起成個屋企，有血有汗，強積金我都交足晒你，每日喺屋企享福，你仲想點呀？你仲有乜嘢不滿意啊？呢句說話當年講嘅時候可能只係一時嘅氣話，但係對於一個將自己成個青春、成副心血都奉獻俾呢個屋企嘅女人嚟講，簡直就係萬箭穿心，將佢尊嚴踐踏到遍地皆是。到了我哋呢個年紀，回頭一諗，其實真係會感到好慚愧。我們往往習慣用外面的金錢價值去抹殺咗老婆喺屋企付出嘅生命價值。佢喺街市人擠人流嘅每一滴汗，佢喺廚房忍受嘅每一次油煙，仲有佢為咗照顧家庭而徹底冇咗嘅私人時間同夢想。呢啲嘢點樣可以用每個月幾千蚊、幾萬蚊嘅家用去衡量呢？當一個女人聽到自己最親密、最依賴嘅老公將佢全部嘅犧牲同付出都貶低成理所當然嘅時候，佢心裏面那一座原本充滿溫暖嘅屋企就開始喺那一瞬間裂開咗一條好深好難修補嘅縫隙。受咗傷之後，每個人嘅反應都唔一樣，而老夫老妻之間最令人害怕嘅轉變，莫過於老婆開始選擇沉默。好多同路人過嚟和我傾偈，都會點出一個好奇怪嘅現象。佢哋話老婆以前明明好中意姨姨，乜嘢瑣碎嘢都要管一餐，一陣話佢食煙飲酒唔健康，一陣又鬧佢啲污糟衫亂咁放，煩到令人想遮住隻耳仔。但係唔知由幾時開始，老婆突然之間變到好安靜，好似變咗另外一個人擔。你返到屋企，佢唔會再問你今日返工累唔累。你同朋友去飲酒夜返，佢唔會再打電話催你，問你喺邊度。你隨手將件外套掉喺梳化度，佢連睇都費事睇一眼，更唔會再鬧你，只係安安靜靜淡行過嚟拿走，放進洗衣機。甚至你主動同佢講起外面嘅事，佢都淨係淡回應一句連眼神都懶得同你對視。好多男人嗰陣時仲沾沾自喜，心諗爭老婆終於想通啦，唔再煩我啦，耳根清淨，真係舒服。各位朋友，如果你都係淡諗，咁你就大錯特錯啦。這絕對不是和平嘅開始，而係一段關係步入死亡冰凍3尺嘅哀莫大於心死。從我哋大半生累積嘅人生閱歷同埋心理觀察嚟睇，當一個女人仲肯對你碎碎念，肯同你嗌交嘅時候，其實代表佢對你、對呢個屋企仲抱有期望，佢心裏面仲有火。佢勞到你係因為佢心入面仲裝住你，佢想你珍惜身體，佢想得到你嘅注意同關心。哪怕係大嗌大鬧，背後都係一種充滿溫度、渴望被看見嘅互動。佢仲肯用語言去表達自己嘅憤怒同不滿，證明佢仲想同你溝通，仲想同你一齊過日子。但係當一個女人完全唔再同你爭辯，無論你做乜嘢講乜嘢，佢嘅內裏都毫無波瀾，面無表情，把你當作空氣淡樣存在嘅時候，這就代表佢嘅心已經徹底死咗，冷透咗。佢嘅內心深處已經變成一片灰燼，再無半點溫度。佢唔再對你抱有任何希望，因為佢心知肚明，無論自己講乜嘢，流幾多眼淚，你都唔會明白，你都只會覺得係理所當然，甚至只會換嚟你嘅不耐煩同埋責怪。既然淡樣，佢又何必再浪費口水、浪費心神呢？
佢選擇用沉默喺自己同你之間築起了一道厚厚堅不可摧嘅冰牆。這種關係嘅凍結，其實比任何惡毒嘅語言，比猛烈嘅大喊大叫仲要恐怖100倍。大喊大叫代表內心仲有怨仲有恨，怨同恨都係有熱量嘅。只要有熱量，大家坐落嚟飲杯茶，講清楚，就有機會重新點燃感情。但係沉默係一種無聲無息凍入骨髓嘅冷氣，它會慢慢滲透進屋企嘅每一個角落，把所有嘅溫馨都凍結晒。雖然你哋兩公婆依然住喺同一個公屋單位入面，天天都在同一個客廳出出入入，甚至夜晚仲係瞓喺同一張床上面，但係彼此靈魂嘅距離其實已經隔咗成個大洋，各居不同嘅冷酷大陸。我見過唔少行到知天命之年嘅同路人，屋企靜到連支針跌落地下都聽到。兩個人食飯嘅時候，廚房客廳無一絲人聲，淨係得筷子撞到碗碟嘅嗒嗒聲。老公嘗試想開口講兩句，老婆淡淡淡移開視線，轉身就走入房。這種同床異夢形同陌路嘅窒息感，對好多行到人生下半場嘅好朋友嚟講，先係最深沉最難捱卻又無處訴說嘅折磨。所以話屋企入面嘅沉默從來都唔係平靜，佢係無聲嘅眼淚，係對呢段婚姻最絕望嘅抗議。如果我哋身為男人到咗今日仲唔去正視呢個問題，仲覺得自己交足家用，有強積金就大晒，咁行到人生尾段，我們失去嘅將會係人生最珍貴嘅老伴同埋家庭嘅福氣。人生嘅路一步一步行過嚟，有一個關口係我哋邊個都走唔甩嘅，嗰個就係退休。喺香港呢個咁講求高效率，每日起早貪黑嘅社會裏面，我哋好多同路人一世人好似一隻停唔到落嚟嘅陀螺擔，每日擘大眼就係返工收工，返到屋企都仲要覆電郵諗公事。忽然之間有一日，公司同你講，你年紀到啦，手續辦好咗，強積金嗰筆銀紙都過咗落你戶口，你可以正式功成身退，返屋企享清福啦。剛開始嗰1、2個星期真係好開心，覺得自己終於解脫咗，唔使再定鬧鐘，唔使再趕地鐵，日日瞓到自然醒，每日下晝落去茶樓叫1盅2件，慢慢嘆，幾咁自在。但係當日子一日一日淡過去，嗰種新鮮感慢慢退去之後，一股好深嘅空虛同埋惶恐就會好似潮水淡湧上嚟。昨日喺公司，你可能仲係一個管住幾十人嘅經理，或者係大家都要叫一聲師傅嘅老前輩，下屬見到你都要客客氣氣，有乜嘢大主意都要等你點頭行事。嗰種被人需要、擁有權力同地位嘅感覺，係我們大半輩子賴以生存嘅精神支柱。點知一退休，張名片冇咗，手提電話幾日都冇響過一聲。以前那些圍住你轉嘅同事、客人都好似人間蒸發啖，你行出街只係一個普通到無人會望多一眼嘅白髮老頭。這種巨大嘅落差，對於一個習慣咗忙碌、習慣咗指手畫腳嘅男人嚟講，內裏嘅打擊真係非同小可。這就是我們常講嘅退休綜合症，一種找不到自己人生坐標嘅恐慌。當一個男人喺出面無咗舞台，唔知自己仲有乜嘢價值嘅時候，佢最容易犯嘅一個錯誤，就是把屋企當成佢新嘅辦公室，把老婆當成佢新嘅下屬。以前返工一日有10幾個鐘頭唔喺屋企，依家大把時間變成24小時，1星期7日
都匿喺個屋企入面。本來老公多咗時間留喺屋企，應該係幫手做家務，減輕老婆負擔嘅大好機會。但係好多時因為心入面嗰種失落感作祟，男人往往唔肯放下身段，反而將以前喺公司做老細、做長官嘅嗰套惡習原封不動淡搬返屋企。佢開始喺屋企指手畫腳，變成一個全天候嘅監工。老婆喺廚房洗菜，佢行過去望兩眼，話：點解你淡樣洗菜嘅？好嘥水啊，應該要淡樣洗先啱啊。老婆去街市買完嘢返嚟，佢又去檢查個買菜袋，哇！呢斤菜要10幾蚊，你係咪俾人呃咗呀？我去第二邊處睇過，明明平幾蚊啦。連老婆抹台、掃地、洗衫，佢都要喺隔壁挑剔一餐，擺出一副眾人皆醉我獨醒嘅姿態。更要命嘅係，有啲同路人退休之後不但冇幫手，反而變咗一個巨嬰，一日到黑坐喺梳化度，飯來張口，衣來伸手。老婆，我杯茶呢？老婆，我件外套放咗喺邊處啊？老婆，今晚食乜嘢啊？佢把老婆當成隨傳隨到嘅私人秘書，稍為侍候得唔周到，就喺度發脾氣，埋怨呢樣埋怨嗰樣。佢用呢種不斷找茬、不斷要求人哋服侍嘅行為，無非係想喺呢個屋企入面重新分返自己以前當官做老細嘅存在感同控制權。可是佢完全冇諗過，佢淡樣嘅做法已經徹底打亂咗老婆原本安穩自由嘅生活節奏，簡直係令人窒息。大家要明白，喺過去幾十年入面，老公出去反工享錢，屋企其實係老婆獨立統治嘅一個小小王國。雖然做家務好辛苦，但係當老公行出門口之後，老婆就有自己嘅自由時間，佢可以安安靜靜淡做完家務，然後約埋3、5知己、街坊鄰居一齊去茶樓食一盅2件，暢談仔女經、新抱經，開高高興興，淡過一個下晝，或者去社區中心報讀一啲烹飪班、電腦班，學下新嘢，過得充實又快樂。這是他大半生喺繁重家務罅隙入面，唯一可以放鬆自己、享受生活嘅私人空間。依家好啦，老公一退休，日日好似一尊大佛，淡坐喺客廳中央，用一雙嚴厲嘅眼神、金睛火眼淡盯住佢。老婆想約朋友出去飲茶，老公就喺度單單打打，成日出去飲茶，屋企大把嘢做啦。老婆喺客廳睇客電視、聽客歌，老公又嫌嘈，叫佢熄咗佢。老婆想喺屋企安靜休息下，又要無時無刻應付老公嘅呼喝同埋服侍。對於老婆嚟講，呢個退休翻嚟嘅老公唔單止冇變成佢人生後半場嘅同路人，反而變成了一個全天候監控佢生活、剝奪佢自由嘅大包袱。以前老公返工，屋企好似仲有啲新鮮空氣，依家老公日日守喺度，間屋單位面積本來就細，兩個人困喺幾百尺嘅空間裏面，連呼吸都好似撞到對方啖，那種壓抑感，讓老婆覺得成個生活都被人霸佔晒，完全冇晒自由，真係想逃跑都無處可逃。這種矛盾就像兩部幾十年嚟一直朝住唔同方向，用唔同速度運轉嘅引擎，忽然之間被人夾硬安裝喺同一個狹窄嘅機殼入面。一部習慣咗高速運轉、大聲喧嘩，另一部習慣咗安靜低沉、自得其樂。依家兩部機器日夜摩擦，互相撞擊，齒輪根本對唔上，結果只能夠擦出漫天火花，將原本僅存嘅一點點夫妻溫情
都磨到消失殆盡。到了我哋呢個年紀，行過咗大半輩子，睇過無數家庭嘅浮浮沉沉，我心裏面真係感觸良多。好多男人退休之後，總覺得自己好委屈，覺得自己為咗呢個屋企做牛做馬一世，老嚟返屋企歇下。點解個老婆會對自己面黑黑、冷冰冰，甚至連飯都唔想煮埋一齊食？講真，這不是因為老婆無情，而是因為我們做老公嘅親手用自己嘅自私同固執，把老婆逼到了忍無可忍嘅死角。我們把外面失去嘅失落感宣洩喺最親密嘅人身上，卻忘記了老婆唔係我們嘅出氣袋，更唔係我們退休後嘅私人下屬。如果我們到咗依家依然唔肯正視自己角色嘅轉變，依然要喺屋企擺老細款，那麼這座由退休綜合症築起嘅無形高牆只會越建越高，將兩個人徹底隔絕。到那時候，縱使住喺同一個屋企，內裏也只會剩低無盡嘅怨恨同埋冷漠。這難道係我們忙碌了一生最想得到嘅退休生活嗎？講到呢度，我哋不妨將個視覺放大啲，從老祖宗傳落嚟嘅易經智慧嚟睇下呢個老嚟兩公婆嘅相處之道。大家千萬唔好覺得易經係乜嘢，玄之又玄，用嚟算命嘅神棍嘢。其實呢本書係古人觀察宇宙萬物、人情世故之後提煉出嚟嘅大智慧。宇宙有陰陽，人生有起伏，我們嘅婚姻關係內裏其實都走唔出陰陽變化嘅規律。到了我哋呢個年紀，最緊要嘅係要明白一個道理，叫做物極必反，陰陽消長。喺易經嘅世界入面，男人屬陽，陽代表外在，行動剛強，付出好似太陽淡樣照亮出面；而女人就屬陰，陰代表內在，靜止包容溫柔，好似月亮同埋大地淡樣安安靜靜，淡承載一切。喺我們後生嘅時候，男人嘅陽氣最盛，每日喺外面衝鋒陷陣，反攻拼搏，銀紙養家，充滿咗支配欲同埋主導權。嗰陣時返到屋企大聲講說話，拍台拍凳，好似自己係天字第一號擔。而老婆嗰陣時為咗仔女，為咗屋企，多數選擇退居幕後，展現出陰柔包容嘅一面。嗰個時候一剛一柔，一外一內，陰陽互補，個屋企雖然忙碌，但係都算行得穩穩當當。但係行到人生下半場，歲月不留人，我們每個人身體裏面嘅陰陽之氣，其實默默淡發生緊一場好大嘅逆轉，好多男人都未必察覺到。男人退休之後，無咗工作，每日唔使再去中環、尖沙咀嗰啲寫字樓返工，名利、權力通通都離你而去。這在易經裏面就叫做陽氣漸衰。我們男人心裏面開始變得無安全感，望住個鏡子入面嘅白頭髮，體力又大不如前，行兩步樓梯都索晒氣，內心變得敏感脆弱。以前外在嘅剛強外殼開始碎裂。反過嚟睇下老婆，幾十年嚟喺屋企操持家務，經歷咗無數風霜，仔女長大咗出去住，新抱又唔使佢拉扯，佢嘅責任忽然之間輕咗好多，反而開始似返自己嘅生活。每日朝早去獅子山下晨運，下晝約埋班姐妹去深水埗或者觀塘嘅社區中心跳客排舞，學客插花，思想變得越來越獨立，內心變得越來越堅韌。這在陰陽學說裏面就叫做陰氣轉盛，或者是說他們展現出了一種全新嘅不依賴老公嘅生命力。如果在這個時候我們做老公嘅
仲未清楚呢種陰陽消長嘅自然規律，仲要死死守住以前個大男人主義，唔肯收斂自己嘅脾氣，唔肯放下高高在上嘅身段，甚至因為自己冇咗工作，心裏面自卑，反而想加倍擔去管束、去壓制那個越來越獨立、生活越來越精彩嘅老婆。淡養一嚟就會直接破壞咗兩公婆之間嘅陰陽平衡。你想用殘餘嘅假陽光去硬碰老婆正在升起嘅真獨立，那種悲劇同埋矛盾就會一發不可收拾，屋企就會變成戰場。我哋可以用易經裏面嘅卦象嚟同大家形象淡講下，等大家可以睇得更加清楚。易經64卦裏面第12卦叫做天地否卦。各位朋友，點解叫做否呢？否字下面一個口，上面一個不，意思就是不通，係閉塞，係倒霉淡解。只要呢個卦一出，做乜嘢嘢都不順。我們看看呢個卦象嘅結構，上面係官卦，干代表天，代表陽，喺屋企入面亦代表老公。下面係坤卦，坤代表地，代表陰，喺屋企入面亦代表老婆。乍一睇，天喺上面，地喺下面，好似好符合我們平時見到嘅大自然景觀啊！點解古人反而會話這是一個代表大凶、代表閉塞、最唔吉利嘅否卦呢？古人嘅大智慧話俾我哋聽，天嘅本性，官卦嘅氣係向上浮、往上飄嘅，而地嘅本性，坤卦嘅氣係向下沉、往下降嘅。依家好了，天喺上面拼命往上飄，地喺下面拼命往下沉，結果係點樣？結果係天同地越嚟越遠，中間空空如也，兩股氣完全無機會相遇，無機會交流，更無機會碰撞。孤陽在上，孤陰在下，萬物無從生長，成個宇宙世界變成一片死寂，這就叫做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如果將呢個否卦放進我們老夫老妻嘅屋企入面，簡直就係依家好多香港家庭老離嘅真實寫照，令人睇到都心酸。老公好似天淡樣，一味高高在上，自以為是，覺得自己一世人錢交家用，強積金盡晒責，功高自偉，退休之後依然要擺出一副不可一世嘅臭脾氣，睇唔起老婆做嘅家務，一味喺度指手畫腳，出埋啲無建設性嘅指責埋怨，成股氣好似火啖樣，拼命往上衝，完全唔肯接地氣。老婆好似地淡樣，在下面默默頂住，但係幾十年嚟受夠咗呢種冷言冷語，內裏早就冷透咗。於是佢選擇收埋自己，用沉默嚟面對，心思拼命往下沉，心諗我費事理你講乜嘢我都當聽唔到，徹底將老公孤立，不聞不問。你看，老公喺客廳高高在上發脾氣，拍台拍凳，老婆喺房入面安安靜靜做自己嘢，當佢透明。2026年嘅今日，兩個人雖然住喺同一個幾百尺嘅屋企入面，但係陽氣往上走，陰氣往下沉，彼此無溝通，無眼神接觸，無情感嘅流動，兩個人連一句真心話都講唔到，屋企裏面嗰股氣完全係塞住咗嘅，凍冰冰，死沉沉，這就係活生生嘅天地否。住喺淡樣嘅屋企入面，雖然無大打大鬧，幕前幕後都係冷冰冰，每過一日都係一種無聲嘅煎熬，好似坐監淡樣。古人嘅大智慧最精妙嘅地方，在於話俾我哋聽，世界上無絕對嘅絕境，既然有否卦，咁自然就有它嘅相反面，亦都係我哋一生人都在追求最想得到嘅大吉之卦，叫做地天泰卦。大家平時過年過節
都中意講否極泰來，三陽開泰，泰字代表亨通、平安、和諧、舒適。當你細心去睇下泰卦嘅結構，奇妙嘅地方嚟啦，真係不得不佩服古人嘅哲理。佢同否卦嘅排列啱啱相反，它是坤卦喺上面，也就是代表地、代表陰、代表老婆嘅氣喺上面，而官卦喺下面，也就是代表天、代表陽、代表老公嘅氣喺下面。有啲朋友可能一開始睇到會好疑惑，甚至會問：天喺下面，地喺上面，這不是陰陽顛倒、乾坤倒置、亂晒套咩？老婆點可以爬到老公頭頂上面睇？錯啦！大家千萬唔好用那種膚淺嘅權力大小去理解，這才是真正符合宇宙大自然最高和諧、最美麗嘅大智慧。我們啱啱講過，天嘅氣本性係往上浮嘅，地嘅氣本性係往下沉嘅。而家當天甘願處於地嘅下面，他那股熱烈主動嘅陽氣就會往上升；當地處於天嘅上面，他那股包容溫柔嘅陰氣就會往下沉。淡陽一嚟，一個往上升，一個往下沉，兩股氣就會喺中間相遇，互相交融，互相擁抱。陰陽激盪之下，萬物得以滋潤生長，四時順暢，充滿生機。這就叫做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要把我們屋企從冰冷嘅否卦變成溫暖亨通嘅泰卦，關鍵嘅那一把鎖匙其實從來都唔喺出面，而係握在我們做老公嘅手裏面。到了我哋呢個年紀，最緊要嘅係要學會地天泰嘅相處智慧，那就是男人要學會主動甘願居於地下。大家千萬唔好誤會，居於地下唔係話叫你冇咗男人尊嚴，盲目驚老婆，做怕老婆嘅鵪鶉，而是要求我們做男人嘅要有一種包容宇宙嘅胸襟，學會主動放下大男人嘅架子，放下以前在外面的面子，放下以前做主管、做前輩嘅威風，主動將自己嘅身段放低，用一種謙卑甘願服務嘅心去承載、去體諒、去配合老婆。當你願意低頭看見老婆幾十年嚟為咗呢個屋企洗衫煮飯，手都粗晒嘅辛勞，當你願意蹲低身子唔使人叫，主動去幫手洗個碗、抹個地、倒垃圾，當老婆朝早晨運返嚟或者同你講嘢嘅時候，你願意放下手裏面嘅電視遙控器或者手提電話，用溫柔尊重嘅眼神去望住佢，安安靜靜淡聽佢講生活上嘅瑣碎嘢。你那股一直往上飄、虛張聲勢、容易發脾氣嘅陽氣，就真正能夠下降落嚟，接反地氣，同老婆那股腳踏實地、默默付出嘅陰氣接上軌啦。老婆見到你嘅轉變，感受到你嘅尊重同埋由衷嘅體貼，佢那顆原本因為受咗傷、因為被忽略而冰封咗嘅心就會慢慢融化。佢看見你願意為佢低頭，佢那股原本冰冷對抗嘅心思就會轉化為包容溫柔嘅陰氣，自然而然淡往下沉，圍繞住你，關心你嘅健康，體恤你退休後嘅失落。淡陽一嚟，屋企幾百尺嘅空間裏面，嗰股原本塞住咗凍冰冰嘅死氣就會重新流動返。兩公婆開始有講有笑，今日一齊諗客去邊度飲茶，聽日一齊落街散步，充滿咗人情味同埋家庭嘅煙火氣。這種一唱一和、相敬如賓嘅和諧狀態，這就係老夫老妻最美滿、最福慧雙修嘅境界地天泰。所以啊，
我哋老祖宗傳落嚟嘅易經智慧，從來都唔係教我們去迷信命運，而是教我們如何去審時度勢，如何去變通。一段婚姻由後生行到老，兩公婆住喺同一個屋企，到頭嚟係變成孤寂閉塞嘅否卦，定係變成平安亨通嘅泰卦，全憑我們做男人嘅一念之間嘅大智慧，懂得順應陰陽消長嘅規律，學會收斂自己嘅傲慢，學會主動低下頭嚟尊重眼前人，屋企嘅風水自然就會變好，夫妻嘅感情自然就會由逆境轉為順境，老嚟嘅福氣亦都會綿綿不絕。行到人生呢個階段，聽我講咗咁多易經嘅道理，大家心裏面可能都會喺度細心思量，岑生，道理我聽明晒啦，咁我哋依家實際上有乜嘢可以做，先可以將屋企嗰個冷冰冰嘅否卦變反做亨通和諧嘅泰卦呢？到了我哋呢個年紀，最緊要嘅係要明白思想上嘅通透，先至係改變現狀嘅第一步。好多同路人都將退休當作人生嘅終點，覺得自己幾十年嚟捱夜拼搏，依家冇咗工作就等同於冇晒價值，整個人變得聚精會神，卻又無所適從。其實退休根本唔係結束，它只係人生舞台上嘅一次部門調動。以前你嘅戰場喺外面，你係寫字樓、地盤或者大公司入面嘅老細、主管、大師傅，返工放工，威風八面。依家退休返到屋企，你嘅新戰場就係呢個幾百尺嘅屋企，你嘅新身份唔再係高高在上嘅指揮官，而是要變成老婆身邊一個默默付出嘅同路人。呢種心態上嘅轉變，需要我們放低大半生嘅傲慢，唔好再留戀以前公司啲人叫你經理、老細嘅虛榮。返到屋企就要腳踏實地，清清楚楚自己依家嘅角色係一個要同老婆相依為命、同甘共苦嘅老伴，而唔係一個返嚟享福要人侍候嘅太上皇。講到具體嘅行動，其實一啲都唔複雜，亦都唔需要花乜嘢大錢。很多時候打動女人心嘅，往往係日常生活中那些微不足道嘅體貼。另外一件事就是刮起衫袖，主動分擔貼心嘅家務，唔好一到食飯時間就坐定定等位。試客食完飯之後，主動同老婆講：今晚等我洗碗啦，你去客廳歇啊。當你對手浸喺洗潔精入面，洗刷住那些油膩膩嘅碗碟，去感受客廚房嗰股油煙同埋熱氣嘅時候，你就會真正清楚老婆幾十年嚟日日夜夜重複淡做呢啲嘢，到底有幾咁辛苦，幾咁枯燥。仲有一樣嘢，就是主動約老婆落街。香港嘅屋企單位通常好細，兩個人困喺內裏面面對面，真係好容易悶出病，摩擦自然就多。趁住下晝天氣好，主動同老婆講：不如我哋落街散下步，順便去茶樓飲個下午茶，食件燒賣、蝦餃，一盅兩件呀。行街嘅時候，試下好似後生拍拖嗰陣咁，慢慢行，配合返佢嘅步伐，唔好自己一個人一支箭淡行喺前面。去到茶樓，主動同佢斟杯茶，幫佢夾件點心，聽佢講客街坊鄰居嘅趣事，或者講客仔女新抱嘅近況。喺呢啲相處嘅時刻，最緊要嘅一個小動作就是學會望住老婆對眼。我們好多男人老嚟同老婆講嘢，都係望住個電視機或者手提電話。呢個情況喺無形中係一種不尊重同埋冷落。試下喺佢講完一句話，或者喺你接過佢遞過嚟嘅老火湯嗰一刻，
用一種充滿微溫感恩嘅眼神，清清楚楚淡望住佢那雙長滿眼紋，見證咗大半生風霜嘅雙眼，發自內心淡講一句：老婆，呢大半輩子真係辛苦你啦，多謝你幫我守住呢個屋企。各位朋友，你千萬唔好小看呢句簡單嘅話同埋呢個眼神，它內裏包含嘅震撼力，足以將老婆幾十年嚟累積嘅怨氣同埋委屈喺一瞬間全部融化晒。喺另外一方面，行到人生嘅尾段，我們做男人嘅仲要學會一件好重要嘅功課，叫做面對自己嘅孤獨。好多男人退休之後之所以成日黏住老婆，事事挑剔，其實係因為佢哋自己內心空虛，害怕寂寞，唔知點樣同自己相處，於是就把老婆當成了自己排遣寂寞嘅工具，盲目淡將所有嘅情緒壓力都轉嫁落老婆身上，非要全家人圍住佢轉先高興。咁樣做其實係好自私嘅。老天爺俾我們老去，俾我們退休，其實係俾咗一個好珍貴嘅機會，我們去同自己嘅心靈對話。仔女長大咗，出去過生活，外面的應酬無咗，這正是讓我們學會隨遇而安，好好修煉自己內心嘅時候。孤獨從來都唔係敵人，它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看清自己大半生嘅得失，走向生命嘅內省。有時間嘅時候，不妨多啲閱讀，練下書法，或者落公園學下太極，讓自己嘅心靜落嚟，喺安靜入面念到內心嘅平靜。當你學會咗自得其樂，學會咗喺孤獨入面豐富自己嘅精神世界，你就不再需要去盲目依賴老婆，不再需要用掌控欲去尋找存在感。一個能夠自己安頓好靈魂嘅男人，身上自然會散發出一種包容同埋隨和嘅氣質。這就是心靈上嘅真正成熟，也是我們常講嘅福慧雙修。其實我們每個人嘅屋企就像一幅隨時都在轉變，隨時都有玄機嘅易經卦象。它從來都唔係一層不變嘅死物，而是會跟住我們嘅心念、我們嘅態度，隨時發生緊翻天覆地嘅上生上克。要把屋企從閉塞冷漠嘅否卦反轉成為亨通吉祥嘅泰卦，內裏靠嘅從來都唔係你有幾多強積金，亦唔係你住嘅屋企有幾大、有幾豪華、過得幾風光。真正能夠點燃家庭溫度、扭轉乾坤嘅，係你此時此刻投向身邊那個老伴嘅眼神，係一個包含咗理解、包含咗感恩、包含咗珍惜嘅眼神。各位同路人，人生如逆旅，我哋能夠喺茫茫人海之中相遇，結為夫妻，一齊行過咗幾十年嘅風風雨雨，克服咗咁多生活嘅難關，呢種緣分真係三生有幸，得來不易。到了今日，大家雙鬢斑白，身邊那些外在嘅繁華都落寞嘅時候，眼前這個陪你食鹹魚青菜，陪你守住幾百尺屋企嘅女人，先至係你一世人最珍貴嘅寶藏，係你真正嘅靈魂知己。趁住依家時間仲許可，趁住一切都仲未太遲，今晚返到屋企，等老婆煮好飯嘅時候，請你主動放下身段，用最真誠、最溫柔嘅目光去望住佢，執住佢那雙粗糙、長滿老繭嘅手，講一聲謝謝。只要你肯跨出呢一步，你就會發現屋企嗰股凍咗好多年嘅空氣，會喺那一瞬間重新變得暖洋洋。願我們每位好朋友老嚟嘅日子都能夠隨遇而安，家庭和睦，福慧雙修。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我係岑日飛，
我們下次再聚。